头仔咧耍手机啊，医生就提醒大家，讲做目睭，也搁有头仔耍手机啊，拢会耍断视力。手是灵魂之窗，擘开目睭，咱就会当看到真侪熟悉的人，嘛看到世界的水。不过生活中一寡无注意到的惯势，伊会偷偷来耍断咱的目睭，亲像用手去揉目睭，手顶悬的细菌就会走入去目睭内底，会来造成结膜炎。也是讲，惯势伫咧公车顶悬，也是捷运顶悬来看手机啊，甚至倒咧看册，也是无开电话过来买手机啊，这些行为拢会互目睭受到影响。因为你在暗处，我们人在暗处的时候，瞳孔会放大，所以相对来讲，你接受到的蓝光跟强光就会更多。其实那个蓝光跟强光会损伤我们的视网膜的黄斑部。有真侪爱水的人会来画这个眼妆。若这个目遮毛膏，伊有加这个化学成分，伊会附伫个目睭仁顶悬，会来刺激到目睭膜，引起这个结膜炎。佫有人想要互伊的目睭看到更较迷人，去挂这个有色的稳形目镜。不过镜片顶悬的刷会落去，这款落刷的镜片嘛会造成目睭刺激甲发炎。隐形眼镜通常佩戴时间大概不要超过。最长不要超过12个小时，一般都建议大概8个小时就要拿掉。在比较脏的游泳池或是在海边，尽量不要戴隐形眼镜，因为那个水不是很干净，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微生物或是细菌会附在你的隐形眼镜上面，那进而会侵犯到你的角膜。佫有这个，若是过度使用目药水，也是退红的目药水，佫有无挂这个乌仁目镜、保护目镜。含有关度近视的人，无去定期的检查，佫有定定伤晚困的人，这个伤目睭的歹习惯，上好是紧甲改掉，千万都唔通等到这个目睭有过样，才去后悔，迄就袂赴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